好，各位朋友又歡迎嚟到合眾連環節目。今日咧由我幫基哥大家傾一傾全球嘅新嘅形勢。咁啊，大家知道啦，而家全世界咧，而家其實喺度打緊3場戰爭啊。最新嘅一場咧就係美國攻打伊朗呢場戰爭咧，而家咧幾時結束咧，都係一個大問號啊！呢個特朗普原來話幾日搞掂嘅，而家咧就話可能要幾個星期。咁啊，俄烏戰爭咧就打咗整整4年啦。咁啊，另外一場咧就係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咧就睇起嚟咧就係基本上係停㗎啦啊，因為咧巴勒斯坦咧就無力抗爭，咁其他佢巴勒斯坦後邊啲阿拉伯人咧就係極端不團結，又冇人支持佢撐落去，咁啊基本上呢一個戰場咧加沙戰場咧就基本上停落嚟啦。但係睇俄烏戰場，俄烏戰場咧就整整打咗4年，從呢個4年前嘅24號開打到而家整整4年。最新嘅地面嘅戰果就係點咧？俄羅斯就佔領咗烏克蘭1/5嘅土地，1/5嘅土地基本上係烏東地區。咁好多評論人員咧就話啊，呢個烏克蘭冇兵啦，而家差唔多60歲嘅男人都要上戰場啦，都估計烏克蘭咧係撐唔落去啊。尤其係特朗普咧又唔俾軍火啦啊，但係諗唔到咧歐洲咧仲係死撐烏克蘭，烏克蘭咧又抵抗意志咧就好堅強。又繼續打落去，咁未來呢個形勢會點樣發展呢？就最後呢一場仗，邊個係贏家，邊個係輸家呢？咁啊，今日咧就聽聽基哥嘅意見啦。基本上咧，我覺得係起到今日為止啦，即係將來發展要再傾啦。就我覺得係冇贏家嘅，大家落咗一個泥漿摔角裏面咧，係打嚟打去，其實大家都輸。咁但可以睇一個實際情況點樣先啦。譬如喺俄方嗰邊，佢唯一一樣嘢咧係喺呢場戰爭裏面咧係進步咗嘅，就係佢嘅軍工，即係做軍器啊。佢係比以前咧多咗22倍，即係做軍器嘅能力。但係咧，佢嗰個嘅控制好多烏克蘭個地方係多咗，譬如話5600公里啦。咁但係多啲地方，烏克蘭完全唔接受嘅。咁係你打到佢今時今日咁咧，佢都係唔接受。咁當然係美國嘅對佢嘅制裁啊，歐洲對佢嘅制裁咧，呢個對佢嘅經濟就好大影響。而家基本上佢嘅經濟能力咧，就唔係以前係可以賣呢啲能源啊、賣油啊、賣等等，而係靠個軍工去賣武器啊，成為佢主要嘅一個係撐住佢嘅經濟。但相對地咧，喺烏克蘭又唔好得去邊喎。根據嘅資料嘅報導咧，就係烏克蘭嘅貧窮人數咧，而家去到36.9啊，即係有成1/3以上嘅國民咧，都係生喺貧窮下面，而且根本咧就係啲嘢俾好多嘢都炸到爛晒啊！咁美國咧就係淨嗰個軍事嘅資助咧，以前係140億，而家係得返4億。咁所以你睇到咧，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其實你話要烏克蘭打贏或者趕走俄羅斯咧，喺而家個表面數字上面咧，我睇唔到係做得到。咁當然有歐洲嘅支持，同埋烏克蘭嗰啲人啊，本身個意志係好強，係唔可以接受你俄羅斯管咧。你俄羅斯要控制到成個烏克蘭嘅變動咧，呢個亦都係唔用。咁當然特朗普我唔知幫烏克蘭定係反烏克蘭，佢公開講，即係我都唔信你個總統，你都冇經過選舉嘅，唔該你選咗先啦咁。咁而家真係又話可以搞個烏克蘭嘅選舉喎。咁我覺得呢個情況之下咧，喺烏克蘭嚟講咧，係混亂嘅情況係多過俄羅斯嘅。而相反咧，俄羅斯喺呢年幾裏面咧，佢同非西方國家多咗國家同佢交往，多啲國家係幫緊佢手，甚至買佢啲嘢咁。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你睇唔到邊個贏邊個輸，而大家所爭持緊嘅，譬如話烏克蘭一定要攞翻自己嘅土地，俄羅斯一定唔肯將啲土地俾翻佢。烏克蘭咧要得到西方國家確保佢嗰個安全。咁但係其實咧又冇邊個國家真係令到佢相信啦，可以做到安全。大家知道咧，上世紀咧曾經美國啊、歐洲都話，我保證你安全，唔該你拆晒你嗰啲核子武器啊嗰啲嘢咧，一拆晒，大佬我都一唔安全。咁你叫啲烏克蘭嘅人民，你點會信你呢個人講簽張紙就搞得掂咧？咁所以就大家僵持咗喺呢度。即係而家咧就係基哥先生好清晰咁分析咗呢個烏克蘭嘅處境，又分析咗俄羅斯形勢。其實要補充咧，就係俄羅斯咧，其實佢打落去咧，佢都有好大困難。咁啊，俄羅斯打4年咧，第1年咧，佢由於佢軍工生產增長咗，佢經濟咧反而係 GDP 咧係增長到最高嗰時咧係增長到3%嘅。咁啊，舊年咧打到舊年咧，其實就已經跌翻到去1%啦。因為佢將大部分嘅資源都投入到戰爭，去到一個戰時經濟。咁而家咧，俄羅斯嘅財政咧係30%以上咧係
係投入到軍事、投入到戰爭。咁大家知道啦，按照呢一種水平去發展咧，對國民經濟係影響好大嘅，係一個沉重嘅包袱。咁啊，對於俄羅斯嚟講啊，而家佢能夠攞到烏東，聽普京嘅呢個口氣咧，其實佢已經 OK 噶啦。佢而家最差咧就係話頓巴斯地區咧，仲有咧就係1成啊，佢已經佔咗9成啦，仲有1成咧就俾烏克蘭攞。咁啊，而家咧呢個普京開出嚟嘅停火條件咧，就希望將呢一成都攞翻嚟。咁啊，烏克蘭肯定唔會同意啦，因為烏克蘭本身自己嘅領土係一分都不能丟。咁啊，所以咧好多分析家就認為咧，而家未來俄烏嘅戰場嘅未來最可能嘅成果咧，就可能好似朝鮮戰場咁，大家簽一個停火協議，就地停火，咁啊冇和平協議，又冇其他嘅協議，咁啊就係停火。而家咧北朝鮮同埋南韓咧，其實都係一個停火協議喺度，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可能呢種可能性咧就真係比較大啦。咁啊，基哥你又點睇咧？呢個包括係特朗普都可能類似嘅諗法，因為特朗普曾經提過一個係，喂大佬啊，啲地咧你攞咗你咧，你攞得翻嘅，你攞唔翻嘅情況之下，你要停火，你一定係要某個程度上呢啲地啊俾咗俄羅斯。但係而家有一個所謂相關你頭先提過類似我哋叫做中間方案，名義上面啲地都仲係烏克蘭嘅，但係實質上面咧可能交咗俾俄羅斯管，甚至一啲警察啊嗰啲咩嘢都係俄羅斯去做。咁但係咧有個情況就話佢叫做咩啊？自動報復機制啊！所謂自動報復機制係咩意思咧？就話如果大家喺呢個情況之下停咗啊，停咗鏡唔喐，就喺呢度當係唔再打仗。咁但係如果假如有一日俄羅斯真係即刻又再侵入烏克蘭嘅話咧，第一個咧就係立即停止佢個 SWIFT 嗰個制度，令到俄羅斯所有嗰啲經濟啊或者係對外嘅貿易咧都受影響。第二個咧就係歐洲啊，包括美國咧，就即刻提供最勁嘅一啲嘅飛彈啊、大炮啊、軍事嘅嘢咧，係俾佢可以即刻係遠程啊去打你俄羅斯。而第三個咧就係提供大量嘅軍事嘅支援啊，即係錢嘅支援。咁呢三樣嘢咧係曾經有人咁樣提過出嚟話，呢個係唔係一個係變成唯一可以雙方能夠都可以接受嘅中間方案？當然呢個灰色地帶，但兩邊都有唔中意㗎啦。因為一個我唔可以俾地你，一個又我一定要啲地。咁呢個我係上線，你係最正你嘅底線，你嘅底線就係過咗我嘅上線，咁冇得傾喎變咗。如果有得傾咧，就係頭先嗰個法理上面地嘅嗰個地界我哋唔講，即係模糊咗佢，只係個管理權咧就係俾咗俄羅斯嘅。係啊，我覺得咧就喺而家咧，特別係美國打伊朗嘅呢個背景下咧，特朗普咧係更想加快呢個俄烏呢個停火嘅個進程啊。咁佢之前咧都講過話，希望喺7月4號美國獨立日啊，257年獨立日能夠完全達成一個停火協議。咁對於特朗普嚟講咧唔好，至少就算唔攞諾貝爾和平獎啦，而家一定係冇諾貝爾和平獎啦。你打呢個伊朗，將人哋嘅最高領袖都炸死咗，你仲想攞諾貝爾和平獎啊？原來你嘅想法一定係唔可能實現。但係咧，俄烏停火之後咧，佢起碼就唔使幾條戰線作戰，可以慳翻啲精力。就算而家美國嘅軍火啊，好多人話喂，而家嘅美國嘅導彈都生產唔過嚟啊，就庫存導彈又打晒啦。你而家台灣要買嘅軍火都俾咗錢啦，但係都永遠都可能永遠都攞唔到添。咁喺呢個情況下，特朗普一定係更加快。但係特朗普加快之後咧，對於烏克蘭嚟講，可能咧就真係烏克蘭咧就大蝕底，俄羅斯咧就會賺翻少少，係咪咁咧？就聽下基哥意見啦。我仲會加多個因素嘅，第一就係特朗普選舉時咧曾經係好大聲噶嘛，我24小時都係即刻搞掂佢咁，24小時而家24個月。咁第二咧就係我會覺得咧，就係話嚟緊嘅選舉，我始終都覺得係一個因素嚟嘅，即係話你一路自己以為搞得掂，又可以成功又成嘅做晒呢啲咁嘅大口巴講嘅嘢啊，咁你而家到選舉你都唔得喎，你都要還㗎嘛大佬，咁啊你個對手會砌你噶嘛，咁所以佢一定係喺選舉之前咧係希望能夠做到個成績，有個交代，於是到佢選舉時咧呢個就係佢嘅成績表啊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佢會希望快脆搞掂，甚至我覺得佢會施壓，即係向烏克蘭施壓，要佢哋快啲去處理，甚至佢希望可能換咗個總統都唔定添啊。係咯，即係嗱，我哋而家睇翻而家成咗國際大勢啦，我哋點解都會傾俄烏戰爭咧？其實好重要一點。我哋睇到而家世界上而家3場戰爭，咁你打仗嘅地方一定係好羨慕冇打仗嘅地方，所以咧我哋講啊，而家最大嘅贏家恐怕咧真係我哋亞洲地區，包括我哋中國，包括我哋香港，我哋而家係
喺一個和平綠洲裏邊，我哋能夠安心去發展經濟，我哋係咪會係一個大贏家咧？咁啊，基哥你又點睇咧？當然周邊嘅地方越多嘅所謂戰爭咧，咁越多嗰啲嘅資本啊，你要諗究竟我啲資本去邊啲？譬如我係咪投資去中東咧，投資去歐洲咧，還是我投資去美國咧？咁如果呢幾個地方啊，即係特別係一啲自由經濟嘅國家咧，佢一路投資開嘅，而家發覺原來歐洲又唔係好掂，美國又係唔係好掂啊？咁我會去走去邊啊？咁可能似乎你睇得即係環顧周邊咧，可能真係中國啊、香港係暫時啊，即係未有呢啲咁嘅所謂可能性嘅戰爭翻嚟。當然大家會提呢個台灣問題啦。咁但係個台灣問題，我覺得啊，即係中國政府根本就唔係想打你，令到你統一，係和平統一噶嘛。咁如果喺基本呢啲嘅穩陣嘅因素之下咧，我就會覺得咧係會帶嚟更加多嘅資金咧，係會移嚟亞洲，包括東南亞，包括中國，包括香港。因為我哋香港政府咧都睇到呢個形勢，話而家係咪可以吸引更多嘅中東嘅資本，甚至歐洲嘅資本，甚至美國嘅資本，我哋都嚟我哋香港發展，做大我哋香港啊！呢個我哋嘅香港金融中心係咪可以趁住呢個機會，能夠有個更上台階咧？咁啊，基哥有咩具體嘅建議咧？我具體嘅建議，你覺得香港本身自己係一個係，即係我覺得係買辦工作為主，就係我哋本身唔係一個好大嘅機器啊，可以製造好多嘅所謂財富啊。但係我哋幫人哋去建立平台，令佢可以製造財富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得益。當然而家我哋覺得，既然係中央政府已經有一個咁清晰嘅、咁清楚嘅方向咧，我哋覺得佢其中一個係金融嘅喎，要香港繼續做金融國際中心啊。而呢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咁我哋係咪呢個嘅機會咧，可以令到咧一啲嘅人民幣嘅產業或者係產品可以推出去市場，令到呢個人民幣咧可以進一步成為一個係既吸納內地嘅資金，又可以吸納外國嘅資金，而經我哋香港呢一個機制咧融合埋一齊，而變成咧係我哋又幫到國家咧係成為一個最重要嘅即係中西嘅匯合點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值得我哋去諗同埋考慮㗎。係咯，即係嗱，我哋又睇到啦，而家成日世界上咧就打緊仗，3場戰爭，咁啊黃金嘅金價咧即刻前一排又落咗少少，而家又美國咧打伊朗即刻又飆翻上去，咁啊香港咧就好及時咁提出一個咧要發展一個國際嘅黃金交易所。但係咧個步伐咧就似乎咧就又未必能夠趕得上呢個進度啊！包括我哋嘅金庫嘅建立啊，我哋香港能夠有幾多嘅黃金儲存喺度啊？你冇黃金你就做黃金交易又真係好難㗎。喺呢度咧，基哥你又有咩好嘅建議咧？即係有啲嘢唔可以，即係我覺得欲速不達嘅。咁從嗰個經濟上面，你黃金做嗰個交易中心咧，你始終都需要個時間。嗰個時間當然我估係3幾年嘅時間嘅。即係唔係今日又係講，聽日就搞掂啊咁。但係人民幣嗰個發展咧，我覺得始終都係，因為我哋已經有咗個基礎啊，同埋咧我哋已經係成為即係人民幣嘅離岸中心，同埋仲係第一個同主要嘅中心添。咁我哋係咪都能夠喺香港透過呢個股票啊，係令內地嘅市場經過我哋嘅檢驗，成為香港嘅一啲上市嘅公司，又可以令到外國嘅一啲嘅上市公司，又一啲嘅機構嚟到香港上市，變咗兩邊嘅大機構上得市嘅合條件，就係一個最低層次之上嘅人都可以香港。而我哋能夠個交易過程裏面係唔係可以逐步將呢個除咗港幣之外，人民幣都能夠成為一個交易嘅貨幣咧？咁而令到嗰個嘅現時我哋已經成熟咗嘅一個嘅股票市場人民幣咧，可以透過呢個過程裏面咧，係可以發展起嚟成為一個更加大啲嘅國際嘅貨幣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會可以快過你一個黃金嘅交易買賣嘅市場喎。係啊，相信咧基哥呢個諗法咧係將來都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啦。即係人民幣國際化必然係一個人民幣走向世界嘅一個發展嘅路向啊！總之咧，我哋而家咧今日咧，我哋特別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好慶幸我哋自己生喺一個和平嘅綠洲裏邊，喺一個和平環境，我哋要趁住呢個機會咧，要抓住呢個機會使我哋嘅經濟咧就發展更加跟上騰落。咁好多謝基哥今日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今日我哋就傾到呢度先，各位朋友，拜拜啦。